唱歌，我知影你的五官，等一个了我。 就随转去，你身边甲你作伴，等我手刷。你一个人过了好无？我的姊妹啊，日日甲我叫。 想要好好唱歌，希望你也斗阵来听。我这好马人，舞无好轻松，伫这笑容满满。你来唱两句，唱几落首，一条歌，人人拢在唱。 我这好马人，舞无好轻松，伫这笑容满满。你来唱两句，唱几落首，一条歌，人人拢在唱，一首接一首。你一个人。 过了好无？我的姊妹啊，日日甲我叫，爱你呐，你搁小等的，因为今仔咱要唱几暗。好，廖静纯，老师好。 我觉得你今天一定是满满的紧张，被发现了。好，那为什么你那么紧张哦？但不像其他两位有表现到紧张，让我们看到，因为你一定在这段时间从女孩变成到今天这个年纪哦，你一定都没有离音乐太远。然后今天这首歌呢，我觉得哦，有带给另外两位很满满的压力。因为你真的准备很够。 他们两位都准备不够。静纯，老师好，我可以问一下，你这10年都在国外做什么？一样是在唱歌，都在唱歌，但是 OK 是夜店公关，就是不是每天都会唱的。OK， 所以感觉得出来，其实包含你人的，不只是唱歌，你人的状态还在这个状态里头，我觉得很不错。而且虽然很紧张，但是感觉上你是很 easy 的在唱这首歌哈。谢谢老师。就是。就像阿德老师讲哈，你有准备充分过来，我觉得很好。谢谢老师。